啊，咱真欢喜啊！今日咱而家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，今日是全世界咧庆祝这个圣诞节，茫袂记圣诞节是咱的日子，啊，全世界人拢替咱咧庆祝。啊，咱足欢喜，咱会早起咱看咱生活队吼，对头个拢徛伫面顶。牧师来讲，以前是足辛苦，逐礼拜安尼拢练啊到足晚安尼，足爱困，因拢咧困啊，会困的时间，因拢伫遮咧练歌。啊，练安尼，伫最近安尼，逐礼拜练啊真晚。啊，咱看咱今日，哦，牧师安尼有种感动啊！我感觉你也看咧，咱每年你会发现。无相像的敬拜个服侍我，啊，咱伫这个所在，真辛苦安尼展现在咱的面头前，佫较要紧的，互上帝欢喜，要学了上帝。哦，咱拍鼓啊，佫一遍该鼓励啦吼。哦，这个圣歌队就是足辛苦，因为逐工安尼吼啊，一礼拜因就爱为人爱上班，为人爱这样，啊，佫较是咱这个年终者吼，咱看咱这个年终者。你茫看，抑佫会当徛伫这个所在，其中位你甲注意甲看，牧师来甲你讲，你敢要知因我有白疼艰苦呢？因身躯内底拢有艰苦，总是因游玩甲这我发现讲，下早起因佫会当徛到了吼，我咧想讲半中顿太济了，因佫甲咱这少年安尼徛做伙徛到了，啊，才等于坐。感谢上帝，学了上帝，牧师来讲，俺袂记。这就是迄个敬拜上帝、服侍上帝这个精神，哦，这个精神。不要紧，你的心，我所来讲，你的心，咱真欢喜。咱看伊迄个阵容啊吼，啊个郑瑞吼，郑龙伊拢有甲爸爸表，伊甲郑瑞较少看到啦。郑瑞吼，咱拍鼓啊欢迎吼，郑瑞吼。新闻技术伊两个囡仔啦，大囝是郑瑞吼，啊郑龙是。第二个啦吼，我就是讲较弱的是大囝，我但是我哪有一个错节有无吼？吼，啊，但是郑龙吼，伊是迄个大囝，啊郑瑞是大囝，郑龙是迄个第二号伊吼，咱足欢喜安尼，看到咱伫这个所在，啊，过来迄个争即个冠军啦吼，冠军季来，咱拍鼓甲欢迎吼，好，谢谢，伊过来甲我要等于教伊。咱知伊规身躯拢钉啊，拢安体钉来，甚至头壳，甚至骹啥物，你也知影，伊差只要去互上帝甲调，只有伊我尔，只有伊我尔。牧师来讲，咱伫教会充满足侪见证啊。牧师要甲你讲，包括牧师本身啊，我定来甲你讲，所以你着爱有迄种的信靠，上帝是活我的上帝，茫袂记的。哦，上帝是活我的上帝，永顺呀，哦，咱有搁看到伊。啊，我咧拍鼓啊，欢迎吼！因拢伫咧，因阵也是动物，伊是咧无道的中间，牧师咧甲鼓励，你爱认真侍奉上帝，敬拜上帝，服侍上帝。上帝即个吼，听你的祈祷，啊，你要爱上帝替你做啥物？有当时啊，咱像老爸甲囡仔共款嘛，有无？啊，你囡仔有人甲老爸咧讲啥物？你无甲讲，伊免来知。伊也毋知影到底是啥物情况，所以你看咱有当时咱看到上帝甲咱的关系有，像咱甲老爸关系共款，有无？你家甲爸爸讲你爱啥物，你做啥物，伊毋才会知影讲你需要啥物，你欠过啥物。当然，咱你讲啊，上帝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上帝，无毋对，总是上帝爱咱亲心甘心乐意，有无？咱爱真甘心乐意，甲伊讲。啊，真欢喜！咱今日也有一个人伫咱的中间，咱伫遮三个来敬拜甲服侍。哦，金文子啊，我就咧讲，但是啊，牧师最近礼拜你也看，我拢有牵即个周报后壁伫咱的内底。啊，牧师最近有咧看两本册，伊是伫上帝带伊去，哦，特别最后所带伊到天堂甲地狱伫遐看，佫倒转来。啊，我嘛足爱亲像。咱有人啊，咱足爱了解讲，伊到底天堂啊、地狱是啥物？圣经的启示是啥物？当然，咱就要用圣经来检证，到底伊讲的是毋是真的，还是假？哦，不好，哦，这是用咱出版社，哦，爱讲上帝的精简，啊，其中足趣味哦，讲到我牧师伫即几礼拜，你讲迄个新的一个啥
新世纪运动要提着。哦，讲主要说嘛，甲伊讲讲，有足侪人透过即种诶代志咧欺骗世间人。哦，你来说，哦爱说，啊撒旦哦是规群咧鬼啊，咱着爱注意，有当时撒旦会主动你，透过某一种方式主动你来求助。哦，即个人伊诶经验内底，伊讲我有2本去，我有册，以后若有兴趣诶人，伊拢有人借伊看。伊讲安尼讲，伊主要说伊讲啊，要说你开伊个遮咧受苦，为什么你才会互伊伫即个所在？伊讲冇传教士，哦，传教士讲伊甲传啊，但是伊家己无相信，讲主要说要搁再来，无相信。但你注意甲看哦，咱最近咱21号毋是讲啊啦，世界末日。我说我咧早点我就来讲，耶稣讲啊，含伊都毋知，茫袂记，咱茫像甲世间人一般人共款。哦，咱茫袂记，咱是相信上帝的人，无迄个代志。这世界无你买来，毋是你会当知，含最后说嘛讲，伊嘛毋知啊，只有天白知。所以你讲我有足侪传说啦，有无？哦，讲什么？我无数来讲，什么外星人，什么啥啊，拄啊世界什么原理，凊彩讲，无数要来讲，你着注意。迄拢有当时撒旦魔鬼的一个规格。哦，伊有讲啊，主要说伊有讲啊，为什么咱搁伫遮咧受苦？他说我定啊，迄当时你还未，伊是讲还未时代到即个所在时，拢有车人去甲你讲，拢有车罗卜从什么人透过大众拢甲你讲，啊你当然拢无改，拢无要悔改，哦，就是会则去迄个因为丢了，咱在伊个社会中间一个重要紧的，我啦求上帝怜悯赦免咱。咱袂记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是 holy， 咱一定爱除去咱的身躯的一切污秽甲垃圾，咱才会当来接近上帝。啊，你绝对也袂使双脚踏双腿，会记的，你爱清气，爱实实在在。啊，牧师咧甲你讲，你一定爱听。人去到遐会说讲，啊，你当阵人上帝拢找足者牧者，找足者伫四月咧甲你讲，啊，你都毋信。是伫迄个所在，哦，当然，咱看到圣经的启示，安怎启示？伫遐咧啼哭，家己切齿，伫迄个灰炉的中间，啊，这是咱伫圣经内底所甲咱启示，咱嘛无看到，对不对？咱拢无看到，咱嘛毋知。不过，咱袂记，既然伫基督教内底，另外，咱的圣经甲咱启示，甲咱讲，拢是行伫正道的顶面。毋是爱什么旁门左道有诶无？哦，茫袂记。我爱讲啊，圣诞节，像我的查某囝说，这囡仔孙啊，伊讲伊做天使，伊今年做天使，哦，做天使，哦，做天使，啊，天使，哦，伊做天使的角色，哦，你看做天使的角色，哦，啊，因的这个。因今年的中间，阁有即个哦玛利亚，哦，人因的迄个就是有约瑟、玛利亚爱天使坐伫遮，有无？啊，3个东方的博士爱做天使坐伫即个所在。牧师咧讲，阮细汉啊，其实咱细汉有哦，咱细汉拢会做迄个打扮啊，做迄些小朋友啊，拢打扮迄个啊，拢伫遐咧。哦，像咱这暗会中间，哦，啊，像伫咧圣诞节中间，拢做即个，你毋知会记爱记的。我细汉看大，为细汉看大，随风是故，遥故是永生。主要所降生的日子，大家拢叫伫遐大欢喜，啊，扮演无相像的角色，有吼？哦，你看迄个约瑟啊，啊，迄个哦，迄个玛利亚，哦，啊，佫有耶稣，这耶稣有较大汉啊。啊，无了咧！啊，但是人因就是安尼装咧，伊咧足古锥的，就是讲拢无足单纯的，足单纯的，有无？足单纯的一个思考，甲你毋通想讲啊，甲耶稣大汉啊，迄是足单纯的思考，就是咧扮演的角色。啊，伊就无相像。啊，阮这个孙啊，坐伫遮扮演天使有无？伊咧后壁啊，有迄实啊有无？啊，怎互咱大家看？我主爱讲。从这个互你的囡仔，
互你的囝儿。顶礼拜牧师讲，咱基督教咧讲是啥物？得救的物件。牧师要甲你讲，你的亲人有得救，人忽略啦。你伫遐明明甲讲，定来甲提醒，这得救的日子，忘袂记，这是咱的日子。既然基督徒的，哦，信上帝，基督徒，这是咱的日子。爱乡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神，才来当心世界来祈祷，因为上帝。其实全世界咧庆祝祝你降生的日子，你找你的同心爱来救赎我，主啊，阮甲你感谢，因为上帝，阮真正阮要将这个好消息来报一个人知影，而这世代还久一人唔知，主啊，求你怜悯，阮无够野，阮无够野，阮所做的无够，求你怜悯，主啊，你搁留阮的活命，阮要甲你感谢，你有我有这个温热福气来敬拜神你，加在，阮会晓敬拜服神你，阮会明白你。主啊，我要用生命甲诚心来敬拜在你，也互你的老母所要讲甲听的，拢变着你的。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个主要做道名来求，阿门。茫袂记，今日是上帝所设立之所，咱听啦。欢喜快乐，欢喜快乐，茫袂记吼。头先咱生活队最后一首诗啊，我看伊唱了无啥，无讲改迄种的，我这首诗也是较歹唱。望平安喜乐甲啥？听，唔望平安喜乐甲听。有当咱唱啊，用爱意会啦，毋是干唱。你看，咱来讲拜六时啊，你注意啊，暗时拜六时啊，拢有一种啥？拢有一个节目叫做啥物？唱歌的节目是啥物？有这啥？毋是，Super Idol 有无？咱足侪拢唱歌拢为遐训练出来有无？啊，迄个彩排拢甲讲啥？迄彩排拢甲讲啥？你唱歌吼，啊，你来啦，甲迄个啦感情啊啦，爱融入伫内底，唱出迄个歌词的。咱毋是干那用嘴啊，用嘴，但是你的心无伫这个所在。我所要甲你讲，安尼不路用。你的敬拜上帝嘛共款，你的心爱伫这个所在。我茫袂记，你的心足要紧。所以圣经上帝甲咱讲啊，主要所甲咱讲是啥？你的人伫倒落，你的心伫倒落，就你的人，你的人就伫倒落，有无？你的心伫倒落，哦，有无？就你的人就伫倒落，啊，就是讲你的财宝伫倒落，哦，茫袂记，你掠什么做你的财宝？有真侪人拢讲啊，耶稣是我的一切，是我的财宝，真正安尼吗？你拢用嘴讲的，凊彩讲。我是要甲你挑战，要甲你讲，你茫用嘴凊彩讲。上帝无爱安尼，上帝爱人是啥物？实实在在诚实，因为撒旦拢会假做光明的天使，凊彩讲的，啊，拢会假，哦，会假爱讲白惨，所以茫袂记哦。撒旦，你要安对付撒旦？最要紧是听，我所以甲你讲，有听伫内底，撒旦拢毋敢对你安怎？你有上帝听。甲你同在，所以你要足简单，你要面对撒旦的挑战，听你厝边的人，你的家庭，你的撒旦拢破坏你的家庭，破坏咱的宗旨，破坏咱的教会，这个还袂记听。所以咱教会有关怀有无？关怀听堂就是啊，咱通过听，你会感受到拍破撒旦的诡计，还袂记。你了有这种的确信，这种的信仰，伫咱的内底。来讲，你一定要有这种的信仰伫咱的内底，安尼才是，哦，这就是咱的信仰的重要性。因为你昨昏你看到什么报道？昨昏做你看到一个报道，什么报道？有一个爸爸妈妈有带伊两个囡仔安怎？带伊两个囡仔安怎？然后看到伊流目屎，我心内。背绑的流目屎，讲有啥物太安尼？遐尼囡仔遐尼高水，你看迄囡仔，你也看伊迄相片，是拢用迄个甲炸，但是遐尼可爱、遐尼高水的囡仔，我所爱讲，这是不对，唔对。咱不管安怎，咱的囡仔是无辜的，哦，咱绝对茫袂记。咱基督教真理内底，我相信咱伫基督教真理内底，你要看差别伫什么所在？
当然，咱真正咱若用福音嘛，互伊早一天，互伊知影的时阵，我想一定会救着。遐尼可怜，你看两个囡仔甲带去安尼，遐尼古水8岁一个，8一个几岁，遐尼古水已经遐尼古水的囡仔，有机会，咱袂记，感谢上帝，有咱会当明白你，明白咱家己，也人袂记的。咱伫咧庆祝主降生的日子。上帝爱咱做啥物？就是要将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分予一个人知影。啊，佫有一个人还无明白，啊，佫有一个人还无明白救伊上帝。人袂记，牧师咧看迄个，迄本册启示内底，最后所讲，死教，毋是死教，最后所讲唔是死教，就是讲你甲伊提醒讲，你著爱会晓努力去传福音。当迄本册是要讲时机教，迄本册。规日用时教安尼，咱定咧讲，我们是要叫时教，时要教，咱就会晓去圣经来启示讲好无？即摆啦，时教啊，咱已经进入迄个末世时代，咱就要谨慎咱培训，更较要紧，你就要将即个好诶分落别人，互因甲咱共款，会当明白上帝，明白咱家己，互因当明白注意宇宙诶主宰上帝。我想这个悲剧就袂安尼发生。但咱大家做伙来想来思考，就是今日牧师用一个抓救主上帝最通欢喜，抓主上帝最通欢喜。咱大家来思考啦，就是咱用迄个新生诗启文，咱拢用伫咧就会顶面咧讲迄个书，袂记甲因讲咱就爱记提醒咱的信徒，咱的会友知影，有当有在改变，伊毋知影，你就爱提醒伊。所以咱的中秋要注意这样代志，咱家己要注意。那一个真出名的博士，博士刚才捌讲过啦，伊真出名这个博士，伊拢定定用，伊大概发生什么代志，拢用什么？伊拢无法度通好用什么来解说？伊用唱歌啦，伊用娱乐，伊拢用娱乐唱歌。我想咱嘛是共款咯，伫咱的生活经验，咱毋知有这个经验。当咱艰苦，当咱困难，所以你就要用唱歌好了，好无？记得迄个，咱有这个郑明堂老师来，有卖伊个录音带互咱啊，咱摕电音带咧听无？我咱逐个早起拢嘛牧师，拢嘛咧放这个音乐，拢咧听这个音乐，所以茫袂记的。恁等于爱听伫厝里内底，咱做基督徒的人茫袂记，互咱的这个厝里的正做上帝娱乐的所在。诚做上帝临在的所在，所以我毋知咧甲徐洪就是讲，你的所在要诚做传福音的福音站，传福音福音站是偌歹，我要甲你讲，上帝恩典满满伫你的家，一世人祝福伫你的家，咱每一个家庭嘛是共款，像咱咱来买迄个音乐，迄个 CD， 咱会当伫厝里听到上帝，咱即摆足着靡靡之音啦，伫咧厝里内底有真个靡靡之音。但是咱听到迄个，你若其实你若放这种音乐，互人个无信人听到伊讲你个带真好听，大家拢嘛感觉足好听，敢毋是安尼？毋通袂记。这个教授伊定定拢唱歌，伊拢用唱歌来表达伊个心内迄种个欢喜，迄种欢喜。学生足个学生拢袂当理解，但是有一天伊所教伊个教册中间有，伊要考试，这学生大家足紧张的，真紧张，拢是一直就开始唱歌，用这唱歌咧来，伊个意思名用唱歌来，教伊入去教育要准备要考试，大家话紧张是，又叫大家做伙来唱，这学生大家做伙唱，但甲迄个气氛安尼规个安尼降低落来，互因大家安尼感觉，本来安尼足紧张的，大家话要紧张是，缓和伊的气氛。这也真出名一个教授，伊一个故事，伊定不是爱讲伊这个故事，伊咧讲，大概是因为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应该会晓抓救主上帝最通欢喜，通袂记世间的一切，只有抓救主上帝是咱最通欢喜。早起查斯坦利讲，咱讲敬拜上帝，什么叫做 worship？ 是你来教会读圣经祈祷，还是
也是敢若来教会读圣经，迄毋是拢是叫做worship。worship 教着你敬拜上帝是，迄个主题是上帝。哦，咱要怎用咱的心灵是咱内在，毋是用咱表面，毋是用咱表面，是 inside 伫咱内底迄个内在，才叫做咧敬拜上帝。啊，毋是咱伫遐讲啊，足侪，嘛毋是牧师伫遐讲到，才叫做咧敬拜上帝，毋是，是完全足 keep silent， 足平静，互上帝对咱讲的机会。兼着咱伫遐敬拜上帝，牧师透过牧师的讲道，就是透过上帝咧甲伊讲话，啊，毋是安尼。啊，你着静静听，领受，哎，上帝咧甲我讲什么？哦，所以咱应该学会样，也救助上帝最通欢喜。上帝是咱的一切，主要说是咱的一切，万袂记。你要有这种的信靠。哦，牧师要甲你讲，咱拄着艰苦困难，咱拄着是学业上，伫咱的事业上，伫咱人方面，你掠上帝最你通欢喜。我甲一个过去我伫咱中间，马嘉玲，因妈妈有细妈，啊，我有问伊讲，啊，你厝解决？啊，我问伊讲，啊，你洗礼啊未？伊讲伊洗礼，伊今日毋知来，我咧鼓励讲伊来，啊，暗时来参加咧。啊，叫伊洗礼无？伊讲伊洗礼。我啊，你有定去教？伊讲无啊，有当时有去啊无？我讲安尼袂使。你就爱定定，你若是一个基督徒，嘛袂记，一定爱去敬拜上帝。牧师来甲伊讲，敬拜上帝祝福的源头。所以你要，伊讲伊厝里嘛还袂解决啦，讲叫阿搁咧拍官司啊。讲你爱信靠上帝，爱向热心敬拜上帝，啊啦，靠上帝来解决你的代志。牧师要甲你有足个见证。有足个活我的见证，真正会解决这个代志。啊，这是真个见证，毋是牧师只遐讲，是足个见证咧甲你讲。啊，所以牧师咧甲你讲，就是讲，互你有信心。哦，就咱牧师来讲，你是一个人有信心啊啦，灵魂得救啦。啊，你就只有这种性格，帮啊惊无着点，啊，后要惊死啊，咧惊什么？你是一个有信心、灵魂得救人，免惊，免惊。像牧师要甲你讲。上帝真做你的瓦壳，也上帝真做你通欢喜。哦，咱用信心来赶走咱的心内一个忧虑甲咱的烦恼的所在。哦，咱就是这条牧师讲，用信心来赶走这。咱今日经文道家第一章啊，这个39节1直到5节是咧讲起两位门人的女子，伊丽莎白啊，甲玛利亚，因两个人听讲是这个。圣经袂当去查考啦，是听讲是这标姊妹啊的款安尼吼，听讲伊亲情有亲情的关系吼，伫圣经内底有讲啊，伫迄个来讲，包括啊，伫迄这个第几节的中间讲，26节36节讲，而且你的亲戚啦，好，你的亲戚伊丽莎白，哇！所以你就知影讲，伊这两个吼，这伊丽莎白甲玛利亚吼，因是有一种亲情关系，啊，因就性情感动，啊，伫遐俄勒出声，俄勒上帝伊个文典，所以咱发现伊是伫遐救主上帝最通欢喜，咱看圣经的记载，咱就知影，后日咱来思考，就是讲伊丽莎白，你啊第42到45节，伫经在中间，咱看到。伊丽莎白是一个有度量的查某人，伊无因为啦，玛利亚所怀孕的胎是生的婴啊，家己所怀的囡仔将来只不过是伊的开路先用，约翰，所以伊的心怀嫉妒，还是讲话安尼伫遐足刻薄的，毋是？伊反倒啦，俄勒玛利亚是一个有福气的查某人，女主，佮认为玛利亚来探望。来甲看伊是无上的光荣，足光荣，足光荣。这圣经的记载，咱知影，咱对啊所读的。啊，伊家己甲胎儿就伫遐欢喜。咱就是圣经咧描述，你讲伊要哪会知影？我讲你怀孕的妈妈拢知，囡仔咧甲你读，你拢知；囡仔伫内底咧活动，你拢知影。这是圣经咱要描述，伊家己甲伊的胎儿同欢喜。
咱这嫉妒是真平常的现象。咱知影撒旦伊一个规格也是安尼，所以无师傅定咧讲一个功句，伊咧内底啊，你一定要有嫉妒，爱人去原谅别人。哦，其中最后所传伊看一个，耶稣甲迄个人讲啊，讲，啊，伊就是讲伫教会内底吼，虽然伊是伫个，啊，拢无要原谅人，无要原谅人，哦，拢啊有迄个万分嫉妒伫伊个内底，啊，拢无要原谅人，哇，结果是迄第一个所在，所以蛮袂记的。圣经其实甲咱启示讲伫透到啊啦，是为个细条少人咧行，少数人咧行。所以讲，这定来甲你提醒，我有甲你讲，毋是无甲你讲，你着爱会晓行即个细条，佮少数人咧行，爱努力行。哦，茫爱行迄大条的，哦，爱趁细俗，哦，啊，看人安怎，你着对人安怎，无伊拄就是安尼。但是就会忘袂记，咱咧行伫上帝甲咱讲的道路顶，爱有公义的心，哦，爱有公义的心，爱有清气的心，忘袂记。你内底检在有当时上帝讲，啊，你祈祷上帝咱无听，因为你内底还无清啦。无需要来讲，你还佫有一寡伫内底无清气的所在，比如讲你，哦，会去贪图什么，啊，你会去做什么，你无清气，上帝要哪会当？听你祈祷，问准你，忘袂记。咱来到教会，来拼扛一起，有无？咱拢三思上帝的话安就好啊。所以咱咧唱圣诗，咱无讲，即时咱逐个有，咱逐个来咧，咱即礼拜是无有，咱来恬静啊啦，将世俗的啥拢甲啊放伫后面，有无？爱专心挖靠上帝。所以咱来到上帝爱专心。哦，你做什么角色？你专心做这个角色，安就对啊。然后其他拢免管。哦，认真听上帝的话语，所以心怀嫉妒，伊不但伊家己无喜乐，而且啦，伊啊啦会失去家己，毁掉家己。这报道家真正无目的讲，有些老鹰啦吼，伊嫉妒别只老鹰，哦，飞佫较紧，佫较悬。哦，这个故事，伊啊，一只老鹰就是讲，哦，伊看到一只老鹰飞较紧，就叫这个。拍拉的人讲啊，讲你甲伊拍落来，哦，你甲伊拍落来，啊，这个拍拉的人讲，为什么你若要叫我甲拍落来哦，安尼你着爱付出代价，你甲你的身躯的迄个羽毛啦吼，爱互我，你的身躯来攻击我这个羽毛就对了吼。所以拍拉的人，伊最主要就是摕迄个羽毛，对不对？啊，讲你大声爱攻击我，我这拍拉的人就拍，就是天顶咧飞拢拍袂着嘛，哦。飞足紧啊！你要哪拍？遐简单啊，都是点点互你拍吼。啊，所以拍袂着，哇！这只老鹰叫伊拍这只老鹰了，好啊！伊佫来个付出代价，第二遍、第三遍，伊就飞伊身躯吼，一支啊拢飞互伊，啊飞啊到尾啊拢拍袂着，伊规个迄个毛拢叫啊白了了，到尾啊啦，啊这打猎的人都免拍，都掠一只等于了。OK， 这故事咧甲咱讲什么？即甲咱讲什么？如果咱若这个吧，受害从什么就是咱家己，你家己无欢喜、无快乐，永远就是伫这种轻蔑的中间。爱看较开的，所以咱无定咧讲，咱会甲弟姊妹咱无出来，啊你看较开的，你就爱看较开的 ，open your mind， 哦，打开你的心胸，你的心，哦，无啥物比啥物较要紧啊！你的性命敢有比啥物代志敢会比你的性命较要紧？哦，对不对？这生命比较要紧哦。OK， 那第二，玛利亚这段根本就是一首真伟大俄罗的诗啊，是上界水的这个上赞的诗，叫做圣母颂。哦，咱对来说读的圣经，哦，其实这是咧讲伊圣母颂哦。啊，甲这汉娜颂，你若看撒母耳上关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你甲记等去看就好。汉娜有无？赶快！伊是一个汉娜颂，迄个颂词，我足出名哦，真类似。当这个天使对玛利亚讲，你要怀孕生囝，你甲伊号名叫做耶稣，哦，你甲伊号名叫做耶稣。哇，这我是哦，这咱在座的查某人哦，咱也袂记有讲，啊，讲你要怀孕生囝，啊啦害啊啦，你听到到底嘛惊死。我煞着人会足。伊还袂嫁要咱怀孕生囝，还要咱生囝，所以咱知影要食做未婚妈妈，
有无？伫今仔日犹原是一件无好诶代志，何况是2000万，你家想看卖？你当初你啊未婚生子，哦，当时玛利亚顺服讲，我是主诶女婢，愿你诶话成就伫我诶身上。按照马太福音诶记载，就是讲，即个比夫约瑟当时伊诶背景啦吼，伊就知影讲玛利亚要嫁做未婚妈妈，伊诶反应是啥物？就是要暗啊，甲伊会亲啦，啊废掉。哦，啊，可能是咱背景，咱伫咱背景，伫今仔日可能有人讲提掉，有人讲安怎，有足侪，啊，有人讲有今仔你袂使安怎，这是违反这个自然法则。哦，有足侪的讲法啦吼，不管安怎，咱就爱记伫因的背景内底是安怎暗盲将伊个丢掉，甲废亲，吼，废掉去，吼，咱知影伫玛利亚方面，一定是安怎，哦，妖言满天飞。伊也袂当做任何解释，啊是要安怎解释，也无人安怎会相信。啊，所以用这种异样的眼光甲谣言，哦，玛利亚啦，哦，足痛苦。所以39段底下讲，玛利亚啦，赶紧，紧走，啊，走去到赶紧去，亲像逃走共款，逃开一切批评，哦，人会安尼讲个言话，哦，到。但逃到什么所在？伊丽莎白的家就是伊的亲家吼，目的就是一寡安慰甲动情吼，安慰甲动情吼，所以这位遭受着打击、试炼、批评的噪音啊，伫伊的圣母颂内底讲着，讲我的心尊主最大，就是伊互人误解，有无？伊受人误解，受人安怎？伊原啊啦，尊主最大。咱看到有一寡足侪影片有无？互人安尼甲欺负啊，人安尼伊就坚持有无？坚持，我就是坚持，我要守着即个安那真理，坚持对，啊就甘愿受到人境外人来甲欺负人，甲安怎有无？啊到尾啊，就人来甲求无？到尾就人来看影片内底拢安尼做的，有无吼？伫影片咱的经验内底，伊的心愿尊主最大，从我的灵，救我的上帝。啊来欢喜，我一定救我的上帝来欢喜。伫历史的中间，咱看伊真侪人拄着，所以伟大的信心、信靠甲顺服，哦，咱对这个这个玛利亚，咱当看，圣诗一个女盲人吼，这个罗斯宾吼，伊的故事啦吼，伫伊的主段内底，伊家己安尼写。讲迄个医生安尼有一届，迄个药啊用无好势，我结果互伊治到伊车面，伊要安怎？伊要扛过来无？伊讲安那？伊讲，伊网拢会当安那见到即个医生安怎讲？因为伊要甲伊答谢啦，因为讲家在啊，伊互伊安那，哦，伊用唔着药，互伊安那车面了后。伊迄个感觉安尼，即医生感觉足安尼内疚，但是无毋对，吼，伫个一生伊上界艰苦的一件代志。但是伊讲安那，讲伊若会感觉拄着这位医生，伊要甲伊讲多谢伊，互伊安那目睭青面。伊讲安那，即伫个即个医生虽然是做一件毋对的代志，但是伫上帝安那总是袂对。哦，即个二盲人伊讲啊讲。即个，伊要甲伊讲多谢伊，伊讲啊，伊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哦，就是讲，互伊一生拢安那，青面拢无看，最主要就是要有庇伊啊啦，互伊啊啦，伊搁较济学乐，而且啊啦，互伊会当去鼓励别人，透过伊的青面，伊虽然伊拄着遮尔济艰苦困难，但是，互伊的人生会当安那去学乐别人。我想即种的经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嘛足侪有哦。有真侪人拄到艰苦困难，礼拜上帝了后，伊咧甲你见证，甲你讲，甚至会当来安慰人。即个我痴迷的人，哦，伊会当做足侪信息，哇，这是无简单，哦，是无简单，这是伫个主段内底所讲。所以伊生内底写到5千几条的信息，来见证伊是世上上界快乐的人。机会，上帝拣选咱。毋是要来享受伊的欢喜安乐，也是讲快乐，哦，爽快快乐，
但是要互伊安怎来使用咱，使用咱，互咱安怎更较伟大。但是即个，咱伫这个万民教的这个大团体，你毋知有感觉？咱虽然迄大间咱袂改变，但是你啊看，咱伫遮咧学了，咱啥物嘛，逐项拢会当伫遮学，摆在咱的学了敬拜到红西敢是。大间嘛差不多安尼尔，伊只不过较济人无咧，较济乐器，无较济迄种，敢是安尼？你看咱伫小细细，你看咱对头到尾，而且学了上帝，牧师要甲伊讲，上帝绝对会记人。上帝无看见遐弱小，上帝特别会记人。所以咱真正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！咱拢伫万民教会，而且所谓三甲来敬拜上帝，是足有福气的人。牧师来甲咱讲，牧师咧甲你讲啊，透过上帝透过牧者，我无写伫讲义内底啊，这毋是牧师写伫讲义内底，牧师要甲你讲哦，咱是一个上有福气的人，咱就要珍惜这个福气，所以上帝咱要互伊来使用咱，互咱啊更较伟大。咱伫圣经安怎讲？你讲牧师啊，我算什么啊？我要哪伟大？上帝伫圣经内底甲咱讲，你会记的，讲人所看做是一支的，人所看做是一支的。有些人来到咱教会，可能看咱教会啊，谢谢，无啥物，因为咱教会也无啥物，也是较大间的，较有资源，较有啥物，较济啥，较无一定是安尼啦，无一定是安尼。不过圣经上帝甲咱讲啊，人看做是一支的。伫上帝咱讲是看做啥？这是上帝话咱讲的，有无？人看做是安尼，伫上帝咱讲看做是安尼，所以无拄拄啦，万袂记。而且咱定咧讲咱万民教的，真烧咯，大家拢伫遮真温暖，敢毋是安尼？真正互咱更较伟大，也互咱的人生安怎更较喜乐，所以互咱有一个安怎喜乐伟大的人生啊，来荣耀上帝，万袂记，互咱来荣耀上帝。虽然咱小小的一个角色，你看咱吴长老安尼逐年交地啊，我讲伊这个工作来爱接受互因囝，无互因遮后裔。逐年啊，圣诞节到啊，伊咧卖啥？你知无？你拢毋知影？伊安尼圣诞歌安尼规个用来伊就安尼来哦，家己一人来遮安尼混写打安尼，逐年就是安尼做。我顺便甲你讲，莫看起这。这是伫天顶哦，是上大，比天君天上搁较大。牧师要甲你讲，牧师的经验内底，上帝伫迄种的启示的中间，伫圣经内底，诚不是人去天堂搁倒来，拢咧讲这个代志，拢咧讲这个代志。所以咱毋通看轻，咱伫教会所做的小小的代志，咱会啊，咱要伫遮要学了上帝，咱会啊有一个同乐会啊，咱有一个欢乐会要庆祝。虽然是小小安尼，这节目安尼小小，抽奖啊小小，无参人咧抽冰箱的啦咱这小小安尼大安尼，但是足温暖的，而且安尼要招足济会外来到遮足烧咯，有无？你也想啊，你若无来到咱的中间，足济会外要人啊来到地，人咧会外无听到你来到地，看到咱无几个人嘛，无感觉会烧咯，所以毋通袂记做伙来。招你的亲戚朋友你家己厝里的人，我来讲，你讲实在啦，你若厝里的人拢少来趁机会安尼，圣诞节大家做伙来，平时无你趁机会大家拢少来，敢是？咱的教会都坐啊袂落，拢坐去啊外口厝，你隔壁已经，咱定咧讲隔壁已经，就忙成所起来。这是咱的忙，敢毋是？但是咱就内底就坐袂满，要忙。敢是安尼？你就是爱互你的厝里人每一人拢会当来到咱的教会。你是安怎足奇怪？我嘛感觉足奇怪。你会当叫伊来，你会当请伊来，邀请伊做伙来。人袂记，我虽然讲，就伊祈祷，人袂记。所以毋忙，咱会当荣耀上帝。所以咱爱念救主上帝最通欢喜的。来，咱三个来念，咱爱念。救主上帝最通欢喜的，亲像咱圣诞欢乐的气氛同，像咱同心出来祈祷。迄个上帝感谢你，我有这个福气，
了受你的问题，你搁留我的活命，主啊，求你怜悯，你赦免，求你帮助，遐也无明白你啊，主啊，我无够业，我知伫全世界拢咧庆祝你降生的日子，主啊，我无看见阮的小，阮的弱小，望阮要将这个福音、这个福气传入世界每一个，就求你帮助我，我教业永壮我的心性。我的心情里得到永壮，为着主你更加拍拼，为着主你来传更加好的福音，将这个好的消息报出一人知影。啊，天父上帝，求你的灵，亲像甲玛利亚、甲伊丽莎白三甲弟弟，甲我拢三甲弟弟，你的面前感谢祈祷，拢上过这样所以做名来求，阿门。